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我们今天继续还是跟大家分享这第四章。第四章其实蛮长的，因为相当关键，就是仁波切在印度的生活点滴。这是承诺特别版第2版第4章，心之所属，是记载的是仁波切1987年到1992年之间在印度的经历。那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是仁波切有被认证的一个过程，认证他的那些上师们如何被护法认证啊。他刚刚最新的上一期呢，讲的是仁波切对于堪树强巴也是仁波切的一种全然的一种依止性和他的事实精神。好，那接下去呢，这一个呢是要介绍仁波切，他除了对上师有全然的依止心之外，他对自己的学习是很认真之外，他对寺院内外的就是有需要的人的这福利呢，仁波切是从来不曾忘记的。这正就是是一个菩萨的精神。那这新的这一页的右边这个题目是慷慨无限。仁波切对社群福利的关心是没有疆界的。在这张图中，仁波切就站在他所资助的学校前面。所以仁波切我刚才讲过，仁波切他只要稍微有一点钱，他立刻就想到要怎么去帮助别人。自己身无分文的时候没有食物，其实在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他最窘迫的时候，他身上只有糌粑，那即使是剩下那个仅存的糌粑，只糌粑配茶水而已，他都能够把这糌粑分一半给鸟儿吃。那他稍微有一点钱呢，第一个想到的完全都是别人，想要怎么去帮助别人，把所有的东西最好的都给别人，自己反而是完全不重要的。那所以他经济开始有点宽裕，他开始有了就是有仁波切的身份，找钱也比较容易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去很积极的去，不只是帮助寺院的人，还帮助寺院外的人。那这个学校呢，就是其中一个他所资助的学校。那这一群人是当时他就是就是90年代他到马来西亚弘法过后就吸引了一堆马来西亚的弟子。那这群马来西亚弟子呢，跟着仁波切回到他的寺院去参观。那当时他们就在仁波切资助的学校前面合照。那下面这个图片，这位是堪树哲令仁波切，这个我们迟点会跟大家介绍，这是仁波切的上师之一。好，那再看这2张图。那大家看一下这2张图，就知道这2张图并不是，就是这在家人的图，并不是寺院的僧人。那这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仁波切也会替蒙国一带的贫困人士筹资，给他们购买食物、日用品和基本生活用品，并且亲自前去派送。那这就是仁波切，这3位呢，就是仁波切帮助过的其中一些就是寺院附近的贫困人士。仁波切不只是照顾他们，还亲力亲为去确保大家，就是他会亲自去了解每一个家庭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物品，就是可能需要孩子需要读书啊，可能这家庭比较缺的什么东西，他会亲自了解，他亲自购买，还会亲自派送。那这就是仁波切的一种态度，那直到今天也都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作风呢，一直到了后来他成立的克谢拉香济处，也就是帮助贫困人士或者无家可归者的一个组织，也秉持着同样的精神，就是对每一位无家可归者啦，或者对一些赤贫人士啦，不只是给予资助而已，他们都会把每一个人的资料都很详细的记录下来，对他们的经过啦、生平啦、经历啦，都很具体的去记录下来，才就是这样子才能够给予最充分的照顾。那仁波切这个精神已经延续到他后来所开发的一个部门。那下面这左边的这一小段
黄色的这个呢是堪苏甘竹泽令仁波切，就是刚才那张图中的仁波切。这个堪苏甘竹泽令仁波切是甘丹萨基寺的前住持。那如果我再翻回去给大家看一看堪苏甘竹泽令仁波切，那左边这一张图下方，左边下方的这位仁波切就是堪苏甘竹泽令仁波切。他对仁波切的一个记忆是这样的，他说赞图仁波切曾经与宋仁波切一起居住和学习，他也曾跟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一起居住，并在他的座下学习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向这些造诣高深的佛法大师们学习，令仁波切也拥有跟他们一样的优秀品质和学识。仁波切的杰出品质就是他始终只为别人着想，从不顾及自己。所以这是堪苏甘竹泽令仁波切，当时他是后来甘丹萨基寺的住持。他对仁波切的印象呢，他觉得仁波切是因为他跟很好的上师们一起居住和学习过，所以他呢也本身也会秉持这样子的一种精神。那除此之外呢，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仁波切永远都只是为别人着想，他从来不顾及自己。这个是堪苏甘竹泽令仁波切对仁波切的印象。那右边这张图呢，那大家仔细看，在这里，这是一群也是一位在家，这是一群在家众。这也是一群在家众向仁波切顶礼的一个照片。那仁波切其实常常去到什么地方，他都会给别人帮助，所以对他感恩的人是非常多的。以前刚他从马来西亚回去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就刻意就听到仁波切返回印度的消息，大家都会刻意的到寺院去拜访他。即便在被认证为仁波切之前，仁波切也会尽力去帮助别人。虽然他自己并不富裕，还经常为填饱肚子而发愁，他也总愿意跟任何有需要的人分享他仅有的一切。甘丹寺有一位名叫洛桑达杰的圣人回忆说，仁波切曾经帮助他筹钱修补房屋，后来他才发现仁波切自己的屋顶也在漏雨，情况比他的还要糟。当仁波切终于有能力筹集更多资金，为寺院出更多力之后，他就接手了许多大型项目，以提升僧众的福利，其中包括翻新大殿、拉起了地板。他不仅为寺院的僧众筹集大量资金，还时常为附近的村落里的贫穷藏人和当地印度人提供帮助。他每月一次都亲自安排购买食物、日用百货和基本生活用品，并确保这些物品都被分发到村里的家家户户去。他甚至在动身前往马来西亚之前，还特别叮嘱寺院中的朋友们要继续定期向这些家庭运送生活用品。仁波切还帮助了许多藏人，为他们筹款修建学校、医院、水泵和养老院。尽管这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设施，但已经远比当地贫困居民过去所拥有的设施来得好。这是因为在仁波切还未提供这些援助之前，当地人们面对严峻的贫困问题，为他们而设的最基本设施也相当有限。现今很多当地在家人仍然记得仁波切对他们无条件的付出，因此他们对仁波切都十分尊敬和爱戴。从仁波切为寺院僧众和邻近村民们所做的多项事情中，他对上师和寺院的热爱，以及他对每个人那种无止境的关爱，可见一斑。如今，尽管隔着千山万水，仁波切依然继续筹资扶持寺院，帮助个别僧人和全体僧众。这个是讲的是仁波切在还没有被认证为仁波切之前和后来的整个，就是他对身边的人，就是远近有关系、有直接关系、没直接关系的，他对人的一种关心。他其实在还没有，就刚刚我们讲过的，他还没有被认证为仁波切之前，他已经是尽量去帮助别人了。他自己本身常常是饿肚子的，那么刚才说过，他甚至是在最困苦的情况，只有糌粑和茶水，有限的糌粑和茶水的情况，他都会把自己的糌粑和茶水跟鸟儿分享。所以他总是他愿意跟别人分享他所有的一切。所以当时这个甘丹寺他有一个叫洛桑达杰的圣人，他对这个东西是印象非常深刻。他记得仁波切曾经帮他
就修补过自己的房屋。那后来才知道，发现仁波切自己本身他的房屋也在漏雨，而且情况更加严重，所以这对他来讲，这是非常令他感动的。但是因为仁波切从来都不说，他帮别人的时候，他就仿佛是自己没有问题似的，总是直接的就毫不犹豫就帮助别人。那所以从过去刚才我们分享了，大家也看到，仁波切身上只要有稍微有一点点财力，有一点点钱，有一点资金呢，他就不断的，他每多一项资金，他所付出的就会多很多倍。所以他有了资金过后，他对寺院的付出其实是更加多的。他立刻就接手很多大型的项目，去提升僧众的福利，包括去翻新大殿的地板。除了寺院僧人之外呢，他连附近的村落的贫穷藏人，甚至是当地的印度人，他都照顾上了。知道他们缺乏食物啦，缺乏日用品啦。其实寺院附近确实是很多，我亲自到那附近去过，那很多人都是非常困苦的，非常贫穷的。所以仁波切亲自为他们去购买食物、安排食物和日用百货等等，就是确保这些食物都能够抵达到当地的家家户户。而且他后来就给上司的安排一下，就前往马来西亚之前，他临走之前，不但就是没有去怎么说呢？一般人见到了这么重大的人物，可能大家就开始很烦恼，就完全陷入自己的一种愁苦的一个情况里。那仁波切不是，仁波切还不忘记这一些他需要帮助的人。虽然离开之前呢，还特别吩咐寺院的圣人要记得定时就是去帮助这些贫困的人士，运送生活用品等等。那除此之外，它不只是这些普通的这些小项目，一些大型一些的项目，比如说医院啊、学校的修建和养老院的一些设施的一个修建工作呢，仁波切都很积极的投入去帮助。那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个人生活都能够得到改善。那所以寺院里外，就是附近的村落的居民，不管是藏人或者是印度人，他们都记得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仁波切是这样子来对，就是这样子去照顾过他们的，就是他们对这仁波切是非常尊敬和爱戴的。那些仁波切，这是他对于上师最好的一种怎么讲？他最大的一个事实精神，他就是把上师所传授给他的佛法，他充分的就发挥出来，就用在每一个人身上。那我们再看看下一页。那下一页依然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就是黑白照，上面呢中间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僧人，那就是年轻的仁波切。那仁波切当时他这个是应该是没错的，应该是前往尼泊尔，可能不是尼泊尔，是印度。就是他凡到一个地方呢，他只要自己经济能力还可以的话，他都会把身上的钱都尽量掏出来去给，就是给每一个人买食物。那这张图片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贫困的就是这印度人，那仁波切在给他们每一个人都送上食物。接下去这里呢，又是下方的这个小图，这个圣人是格西蒋须多杰。格西蒋须多杰的是甘丹萨济寺诊所前所长兼戒律师，刚才大家有跟大家提过。他印象中的仁波切说，仁波切初到这里时，尽管一无所有，我却看到他乐以助人的善心，这就是菩提心。所以可见仁波切给人家的印象是多么深刻，就是大家都还不认识，对他不熟悉的时候，印象就看到他是乐以助人的，这是他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右边大家看到的是甘丹萨济寺的辩经场。那仁波切为寺院做出了很多贡献，其中包括重新铺设甘丹寺拉齐主要大殿的地板，
筹集资金修建富康康村深社，安装水泵，重新铺设甘丹萨祭寺的汴京厂的地砖，为甘丹萨祭医院添置配备以及供养无数殊胜的佛像唐卡。那其实，在寺院就是藏传佛教僧人，他们每天都进行很多辩经，就是好几场的辩经活动。那这辩经场的地板，这就是这情况是非常重要，所以仁波切也就是当时他筹集了资金呢，就是把这个辩经场的地板也全都翻新了，大殿的地板也翻新了，也还为寺院安装了水泵等等的。甚至医院他也去资助了。那旁边这一段是洛山达杰，刚才提过洛山达杰他对仁波切怎么帮助人，印象非常深刻。甘丹萨祭寺洛山达杰也叫那波，他对仁波切所做的，他说，三度仁波切非常贫穷，他的住房情况已经相当恶劣，但是他仍然帮助其他人改善住宿条件。他亲自来到我的住处查看屋子的情况，当他发现情况恶劣后，便帮助我重修房子，还订了书架，修理漏水的屋顶。倘若半夜我饿了，仁波切还会做饭给我吃。当我生病时，仁波切会为我做法会。现在一切都已经完全好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别人。那这个洛山达杰，这个他所说的仁波切，相信是当时仁波切刚刚抵达的时候的一个的情况。他说仁波切当时情况非常贫穷，这个我们大家都已经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即便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仁波切还是听到这个洛山达杰的情况不好，他还是亲自去查看的，亲自查看屋子情况啊，亲自去修订房子啦。不只是这样子，还订书架啦。那还有他仁波切最著名，他从来不让人家挨饿。那半夜如果有人饿的话，就是这个洛桑达姐，他饿的话，仁波切来帮他做饭。那生病的时候，仁波切来照顾他，不仅是在医疗上给他帮忙，他还为他做法会。那这是仁波切。那他口中的仁波切，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仁波切。其实几十年来，仁波切所做的事情是没有两样的，从来没有，只有越做越多，其实是没有减少过的。那其实大家如果看的话，就会发现，不管从仁波切小时候到他长大了，到他在寺院的时候，甚至那对比我们本身所亲自接触的仁波切，我们发现其实他其实从来没有改变的，就是他总是不停的在帮助别人。那这一点是从来没有变过的。接下去这一页呢，也是图片。这两页是图片。右边这个呢，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大殿，这是赞图格仁波切资助的甘丹寺大殿地板。右边呢，这是仁波切他来马来西亚之后，后来回国，再返回印度时去供养的佛像。仁波切给甘丹拉齐、甘丹讲之寺、甘丹萨祭寺、色拉拉齐和泽棒拉齐供养了第5世迦瓦仁波切像。那左上角这一张呢，是在甘丹拉齐，右上角是在甘丹讲之寺。那下面这张图像的仁波切是在中间那个拿着香的那位就是仁波切。那仁波切及甘丹讲之寺的一众高僧迎请5世迦瓦仁波切进入寺院。好，那就像我们讲的，因为这本是一个画传，所以会有很多照片。接下去这2页呢，也都是照片。左边这一页左上角呢，那是诊所，这仁波切跟弟子们筹资为甘丹萨祭祀诊所增添设备。那另外呢，这右边这张就是左页右上角的这张图呢，是仁波切
赞助的水泵。那看起来虽然好像不怎么样，但其实如果大家了解印度的情况的话，就知道其实水源是是取水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有一个这样子的水泵，就已经让大家方便很多了，在生活上。下面呢，你看到一个宿舍，那是仁波切筹资建立的布康康村僧舍。那他怎么去筹资建这个布康康村的僧舍呢？我们这个是在接下来的介绍会再讲到的。好，那么在右边有3张图，右边3张图呢，主要是卡登仁波切跟卡登仁波切的一个，上面是仁波切跟年幼的卡登仁波切，那下面呢是仁波切帮卡登仁波切筹资建的拉章。那仁波切不只是自己本身怎么说，他自己有了拉章过后呢，他也很积极的去帮其他的仁波切建拉章。那这个是他帮卡登仁波切建的拉章。那接下来呢还是图，好，左边大家看到。其实有一群小孩的照片。赞杜格仁波切还帮助附近的藏族社群，坚持不懈地帮助蒙过地区无家可归及贫困的人们。在甘丹寺的时候，仁波切曾资助过医院、学校，还为村民建立了养老院。所以这个是学校的一个就是照片。仁波切帮忙，就是所有社会的基本的福利，他都会去照顾。那右边呢，可以看到的仁波切在拿着勺子给当地的印度人食物。那仁波切也供养甘丹萨祭司许多头水牛及奶牛，因为寺院的僧人每天都非常需要牛奶的供应。这是下图，下面的图是仁波切供养的，就是水牛。因为寺院僧人其实靠的牛奶，他们都主要是靠他们自己养的这些水牛和奶牛。那仁波切也提供了这些水牛跟奶牛，确保甘丹寺的僧人是长期有这些牛奶的供应的。那除此之外，他常常到寺院外面去，看到当地的印度贫穷人士。他会给他们派食物。好，那这一个关于仁波切的对寺院附近的人们的照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去的内容呢，会是开始谈到仁波切跟冈坚仁波切的相遇。那我们会留在下一节再跟大家分享。好，结束之前呢，一样我们再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三慧名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师，我愿随时享有圣真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恩赐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止息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依止相属二之意，祈愿三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真受永稳固，妙萨法业普及遍十方，上位教法具光照三域，众生未尽七庆恒常住。好，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那么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